Hello， 大家好 ，A 空好家園阿唐，歡迎大家收聽我哋 A 空好家園嘅頻道啊。咁啊，經常關注我視頻嘅朋友仔咧都知道啦嚇。咁啊，我咧就一直深耕呢一個大灣區嘅退休置業嚇。咁啊，同內地生活嘅呢一種嘅內容嘅諮詢嚇。咁啊，今集咧最主要講翻啦嚇。咁啊，香港人咧退休翻嚟內地咧使錢嚇，到底有幾爽嚇？咁啊，告別呢一個劏房嘅壓抑啦，退休生活咧直接逆襲嚇。咁啊，呢個咧諮詢咧就非常之好啦嚇。咁啊，都做咗少少功課嘅嚇，同大家分享翻咁樣啦嚇。好，咁啊，最近咧就同好多嘅香港退休嘅長者啦嚇，咁啊入線啦，同埋我哋香港嘅業主啦嚇，咁啊傾偈啊，最大嘅感慨咧就係咧啊，同樣嘅退休嘅過生活嚇，咁啊香港同內地咧個生活嘅質量咧差嘅真係唔係一星半點嚇。好，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咧傾個現實嘅話題啦嚇，咁啊香港長者咧月收入2萬港幣。咁啊活得咧就緊巴巴嚇，咁啊內地嘅長者咧月入咧6000蚊人民幣嚇，咁啊有房有閒嚇，吃喝不愁嚇。咁啊對比之下咧，港人係攞住呢一個退休金咧翻嚟內地養老咧係非常之滋潤嘅嚇。咁啊睇完呢條視頻咧，相信好多在香港咧就比較糾結嘅即將退休嘅又好啦，已經退休嘅朋友仔又好啦嚇。咁啊心裏咧就馬上有一個咧答案啦嚇，咁啊分幾部分啦，同大家講講啦嚇。好，咁啊第一部分，咁啊香港退休嘅生活嘅現狀啦嚇，攞住2萬蚊港幣嚇，卻活得咧小心翼翼嚇，咁啊先同大家講講嚇，大家最熟悉嘅呢一個香港嘅退休生活嚇。咁啊好多咧香港嘅長者咧就辛苦一輩子啦嚇，咁啊退休咧每個月都可以攞到2萬港幣左右嘅退休金強積金嚇，咁啊因翻每個人嘅工種唔同嚇，同埋個收入來源唔同嚇。咁啊，在好多人睇嚟咧，就係內地嚇，好多人睇嚟咧，呢個收入咧其實係唔算低嘅嚇。但係真實嘅呢一個生活咧，係全部都係心酸同埋將就嚇。咁啊，首先咧就講住啦嚇。咁啊，住嚟講咧，就香港人最大嘅呢一個痛點啦嚇。咁啊，2萬港幣咧喺香港嚇，咁啊想租一個咧似樣啲嘅房咧，就真係難上加難嚇。咁啊，大部分咧退休嘅長者咧，就只能夠咧住啲龍床盤啦，住啲劏房啦咁樣嘅嚇。咁啊幾平方米嘅，即係幾十尺啦個空間嚇。咁啊可以放落呢張床，咁啊剩低嘅空間咧就所剩無幾嚇。咁啊轉身咧都費力嘅嚇。咁啊冇客廳啦，冇露台啦，通風採光就比較差啦嚇。大家諗諗，一輩子咧辛苦打拼啊，可以作為即係最早嘅香港開發嘅，可以講開荒牛啦，係嘛？晚年咧，連個寬敞嘅居住嘅空間都係冇啊！想想咧，真係覺得委屈嚇。咁啊，再嚟睇翻啦，飲食啦嚇，同埋日常開銷啦嚇。咁啊，香港嘅物價咧就非常之高，大家都知嘅嚇，唔需要大家多講嚇。咁啊，一斤青菜幾十蚊，一餐咧普通嘅外賣咧就要咧幾十蚊嚇。咁啊，睇翻你點邊個茶餐廳、邊間酒樓啦嚇，邊個快餐檔咁樣啦嚇。咁啊，就算咧自己買餸咧煮飯咧嚇，每個月嘅伙食咧都係一筆咧就比較大嘅開銷啦嚇。咁啊，自己煮飯呢一塊嚇，水電煤啦、網絡啦、交通啦，每一筆咧喺香港嚟講都要精打細算嚇。咁啊，2萬蚊港幣喺香港嚟講咧就睇落唔少，但係扣咗房租啊、伙食費啊、日常嘅雜費啊，剩低嘅真係寥寥無幾嘅嚇。咁啊，所以講咧好多香港退休嘅長者咧，平時係唔敢隨便話買嘢嘅嚇，咁啊唔敢出街食啦，唔敢同朋友多啲聚會啊、交際啊。咁買嘢嚟講咧就要貨比三家嚇，咁啊買餸咧就要等超市打折嗰個時間段啊，連病咗咧都唔敢輕易話去醫院啦，就驚使錢啦嚇。咁啊一輩子咧就慳慳抵抵嚇，咁啊退休咗之後咧，大家都係想享呢一個清福嚇，本該係享清福嘅。咁啊，依然呢個日子咧，真係過得緊巴巴咁樣啦嚇。咁啊，尤其是想出去旅行啦，想培養下啲退休嘅興趣愛好啊。咁啊，即係諗都唔敢諗啦，係嘛？完全咧就冇退休嘅呢一種嘅幸福感咁樣啦嚇。好，咁啊，以下落嚟咧就第二部分啦嚇。咁啊，內地退休咧個生活對比啊，月入6000蚊人民幣，過得安穩又滋潤嚇。咁啊，再嚟睇睇啦，內地嘅呢種嘅退休生活啦嚇。咁啊，你攞住普通城市嚟講啦，咁啊好多退休嘅呢種長者咧，每個月嘅退休金咧就6000蚊為例啦左右啦嚇。咁啊換算成為呢個港幣咧就唔到7000。
咁啊只有香港2萬蚊港幣嘅1/3嚇。但係咧內地咧佢哋過嘅日子咧就特別係舒心少少嘅嚇。咁啊以下幾個方面講啦，第一，住房零壓力。咁啊喺內地咧，大部分嘅退休嘅呢個長者又好，長輩又好咧，都有自己嘅房屋。咁啊，第一個唔需要交租。咁啊，不論你係咧2房又好，還是3房嚇，咁啊比較寬敞，比較明亮，有露台啦，有客廳啦，有獨立嘅緊廚廚房、衛生間啦。咁啊飯後咧就可以喺客廳睇下電視，又可以喺露台嗰度咧種下花草啊。咁啊居住個環境同香港嘅農床盤啊、劏房比咧，簡直就係天壤之別嚇。咁啊住得比較舒心啲啦。咁啊，大家知道啊，舒心咧，心情啊自然靚啦就好啦，係嘛？好，咁啊，第二咧，呢個飲食嘅開銷咧就極低嘅嚇。咁啊，內地嘅物價咧就十分之親民啦嚇。咁啊，過到去深圳，經常有買嘢嘅觀眾已經知啦嚇。咁啊，菜市場咧幾蚊一斤嘅青菜，10幾蚊一斤嘅肉嚇，幾十蚊咧就可以一家人咧夠1日嘅飯餸錢咁樣嚇。就算你自己屋企唔想要煮飯食咧，樓下嘅早餐店咧都係10幾蚊就可以食飽啦嚇。咁啊，就算你一家人咧落餐館咧，幾廿蚊咧就可以食一餐豐盛嘅正餐嚇。咁啊，水果啊、零食啊就可以隨便買啦，係咪？完全唔需要心痛錢嘅嚇。咁啊，6000蚊人民幣嚟計咧，除咗日常嘅開銷，大部分都有少少嘅剩餘，因為本身佢唔需要交房租嚇。咁啊，而且咧，即係內地咧，佢哋攞住6000蚊咧，係唔使嚇為呢一個生活發愁嘅嚇。咁啊，每日咧早上咧就好輕鬆啦，做下晨運啦，然之後去買餸啦，下午去飲茶啦，咁啊去捉下象棋啊，跳下廣場舞啊，晚上咧就同屋企人散下步啊，傾下偈啊，嚇撩啲朋友仔出嚟聚會啊，嚇出門去玩耍啊，都係常事嚟嘅嚇。咁啊唔需要咧，即係計算咧每一分錢啦。唔需要話委屈自己咯，係嘛？吃喝係不愁嘅，交際自由。咁啊呢種先至係退休咧該有嘅樣咁樣咯嚇。好，咁啊第3部分啦，講下。咁啊港人退休內地咧，退休金可以直接翻倍，生活嘅品質咧可以直線飆升嘅嚇。咁啊重點來了啊！咁啊港人咧攞住香港嘅退休金翻嚟內地咧，究竟過得有幾爽咧嚇？咁啊香港2萬蚊港幣嘅退休金，換算成為人民幣，差唔多18000幾，係當佢18000啦嚇。咁啊呢筆錢喺內地咧，完全係高薪水準啊，相當於做總監級噶啦。好，咁啊首先咧就攞住18000蚊咧，住房隨便揀，唔需要話驚麻煩。首先咧住房咧就隨便揀嚇，唔想麻煩嘅就住呢一個咧非常之寬敞嘅電梯洋房啊。咁啊小區嘅環境咧非常之優美。咁啊配套咧齊全嚇，咁啊想要住得更加舒服嘅，就租翻一個大戶型啦、大平層啦，或者租個別墅啦嚇，或者咧用自己嘅積蓄買一套屬於自己嘅房屋咁啊徹底咧告別呢一個劏房嘅壓抑嚇，擁有咧屬於自己非常之寬敞嘅1000尺家。咁啊1000尺家咧採光好啦，空間大啦，住得又自在又安心嚇。咁啊其次咧消費咧就完全唔需要慳嘅。嗱，你帶住18000幾嘅人民幣喺內地吃喝衣食住行隨便使，每日想要食咩就買咩嚇。咁啊海鮮啊、水果啊、營養品啊，全部安排上。平時咧仲可以同朋友仔飲茶、行街、短途長途嘅旅行。咁啊喺屋企咧培養啲花花草草啊，又或者中意釣下魚啊、跳下廣場舞啊，培養下呢種興趣嘅愛好咧。咁啊所有喺香港唔敢想像嘅消費同埋興趣，翻嚟內地帶住18000幾都可以輕鬆實現嘅嚇。咁啊，首先咧就唔需要話呢一個住屋房屋發愁啦，唔需要話計算呢個柴米油鹽啦，唔需要再因為錢咧放棄自己嘅愛好，呢個係最難頂嘅嚇。計算好條錢，有啲興趣愛好唔做得，係咪？唔使話咧再去呢個縮衣節食嚇，咁啊唔敢交際。咁啊攞住香港嘅退休金咧喺內地咧可以過上呢一種中等偏上嘅生活。咁啊手入面咧有閒錢身邊咧有閒情咁啊每日咧就食好飲好，過得非常之舒心，想玩就玩，想休息就休息咁啊呢種咧先至係真正嘅退休生活，先至係退休享清福。咁啊好多咧已經翻到嚟
內地退休嘅呢一種嘅，我哋好似譬如話我哋香港嘅業主啦嚇，咁啊經常咧我哋都有問，同我哋咧有分享啊，咁啊分享到即係感慨到嚇，咁啊以前喺香港嚟講咧2萬蚊真係活得咧似窮人，係真實咁講嘅。翻到內地之後咧，同樣2萬蚊港幣兌翻18000蚊，直接係過上非常之滋潤嘅好日子啊！咁啊晚年嘅生活幸福感咧直接拉滿嚇。咁啊其實講到底咧，退休生活咧就係求呢一個安穩啦、舒心啦同埋自在。咁啊香港係薪資高嘅，但係開銷房價係壓得人咧喘唔過氣嘅。咁啊辛苦一世，晚年冇必要再委屈自己，換個環境1個鐘翻去大灣區就 OK 嘅啦嚇。咁啊攞住香港嘅退休金，咁啊香港嘅退休金，無論係你買咗嘅商業保有分紅，又或者你香港樓租出去，又或者你有其他嘅政府嘅長俸啊都好啦。啊攞住香港嘅港幣兌翻人民幣翻嚟內地生活咧，唔需要慳，唔需要溝啊，咁啊有房住，飲食啊食好玩好，有時間享受呢個生活啊，咁啊呢種咧先至係退休咧正確嘅打開方式嚇。咁啊如果咧你想考慮大灣區咧嚇翻嚟內地養老嚇，唔知道城市點揀，因為我哋 A 空好家園有中山啊、惠州啊、珠海、深圳啊，咁啊你想話哎呀我唔知道城市點揀啊，唔知道點樣安排生活啊，邊度好住啊，邊度性價比高啊，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喺評論區咧留言，我會一一咧為大家咧去解答啊。咁啊覺得呢條片咧如果有幫助嘅，記得點讚、關注、轉發俾身邊嘅朋友仔。我哋下期再見，下一集更加精彩，拜拜。